再讲人若好运，亲像天公仔囝，也未对统一发票的民众，都爱赶紧对看卖，敢有中大奖？因为财政部公布统一发票中奖的名单，其中3月、4月1000万特别奖，拢总有18个人中奖，啊，那200万特奖有19个名额，拢是有史以来上盖济纪录。其中有一个中1000万的人，伊敢若开8块银，伫超级市场买报纸，就刷手中1000万。 统一发票开奖啊，紧甲发票摕来对。统一发票3月、4月1000万特别奖开18张出来，200万特奖嘛开19张出来，创下纪录。紧去对看中奖的人，敢是你？ 26，注意6奖。大家拢希望中奖的人就是家己。财政部公布统一发票中奖的清册，来看卖啊，中1000万的人到底拢是买什么物件？这期有人伫超市买一份8块的报纸，就中1000万。台北甲高雄嘛有民众伫超商开35块买青茶夹项，嘛拢中1000万。各家己的民众纳200外块考试的费用，同款福在生涯甲照顾着。也搁有1月、2月发票也未对的人，嘛莫甲等掉。中1000万特别奖的人有20个。 拍破纪录，其中双北有2个人，一个买55块饮料罐，一个买85块的粉，就拢中大奖。彰化县甲嘉义县的民众伫超商买30块的牛奶，甲15块的报纸了后，嘛中1000万。不过1月、2月中奖的发票1000万的，各有5个人无去领；200万的嘛有3个人无去领。7月5号了后，就过期袂当去领。啊嘛有真侪人拢想要问讲，是安怎今年中奖的几率会这么高？上一期跟这一期都是这样，统一发票的那个数字都是0开头，0开头它就是张数很多，所以中奖率会提高。另外，财政部计划要甲发票中奖金额扣税标准调悬，为12月1号开始，着4000块以下奖金拢唔免扣税，对民众来讲嘛是一个好消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